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就係花展嘅第4日啦，我咧就特登嚟呢度影下花展啦。今次我帶嘅器材咧就係我嘅 OM System OM3， 仲有12-100嘅變焦鏡嚟到呢度影下花展啦。希望今日會有好好嘅收穫。
如果你喜歡我呢條片，請你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